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初2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13节到18节。耶利米书16章14节到17章的第4节。歌罗西书第4章第7节到17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避难所。伫这个俄罗斯发动侵略的战争以后，有真济乌克兰的正的老人、妇女也是囡仔，就去互人送离开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前线，去到伫乌克兰的西边，其他的国家内底，有侪国家因为这个人道的精神，就伫因的边界、国界建立侪的难民营就是咱称作这个避难所refuge 也就是讲这个落难的人民，因需要拯救、救恩。这个救恩伫圣经内底所讲的，其实就是避难所。诗篇时常用避难所来形容上帝的保守、救恩，因为避难所伊有围墙、有守卫来保障避难所内面的人。因的人身的平安，也有侪的团体或者是政府会提供食食，但是遐个被以色列人所敬拜的偶像，并无法度提供保护，亲像上帝的避难所，无法度提供安尼的保护，互遐敬拜因的人。因为因毋是真神，是人的手中所雕刻的，所以根本就无能力。因为以色列人背叛赏赐恩典互因的上帝，结果因去拜遐个完全无有能力保护因的偶像。耶利米书16章就讲到，上主讲。我要差派侪的掠鱼的人来掠食的人，搁要差派侪的拉人、拍拉的人，到大山、小山、大石头甲遮的洞穴内底去掠因。我看见因所做的一切，因的罪恶，拢伫我的眼前，无法度来稳重。我要互因因为家己的邪恶甲罪过受加倍的处罚，因为因来拜遐个完全无活气，亲像死一样的偶像。因污染我的土地，因用痛苦怨愤的假神来探满这个所在。当以色列人拄着困难的时阵，是因为因家己的行为无正确，就好像参像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的经文提到着阿那尼亚、撒菲拉这对夫妻，无有人强迫伊，但是因却家己去违背家己的誓约，并且欺骗圣神。但是，亲像咱过去一再提到的，伫圣经中间，上帝一再透过先知赏赐的救恩这种的预言，这个时阵人必须爱愿意来回转上帝，因为心内公义的人就会亲像阿那尼亚甲撒菲拉同款，拄着艰难。因的终结是非常悲惨的。
要爱会当得到救恩的人，就必须爱愿意接受上帝的应允。就亲像耶利米先知的预言，伊安尼讲着：上主讲，看时候要到，人要发咒诅的时阵，无搁再讲。我指着迄带领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永生上帝来咒詛。因却要讲，我要指着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北平土地，将因对这个受放逐的特国的中间带倒转来永生上帝来咒詛。因为我要带领因来回归故乡，转去到我赏赐予因祖先的土地。我上主安尼宣布啊！这是咧讲，世间人必须爱先愿意回转。咱之前也时常提到着路加福音15章，迄个浪子故事中间的细汉囝，因为伊家己的五欲真骄傲，掠做家己真敖。伊来离开上帝，咱讲迄个老爸的野杂，伊家己就需要去面对所选择的生活，事实上就是困境。当伊发现伊家己走投无路的时阵，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决定甲行动。就是悔改、认罪，并且伊付出行动，面对奉譬如做上帝的老爸。伊的信心嘛，亲像耶利米先知的信心。圣经耶利米安尼甲咱讲：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堡垒。你是我危险艰难的时阵的避难所。列国要对世界逐角落来到伫你的面头前，讲：阮的祖先就有拜假神，就有拜无路用的偶像。人会当为着家己来做神明吗？就算是做啊，因也毋是真神。保罗和哥罗西教会的批信中间，当然伊讲到伊的请安，伊嘛提到着周围济的同工对教会的请安。伫今仔日这段的经文，哥罗西书的经文，牧师认为这中间有一位同工真值得咱来提起的。就是记载伫哥罗西书第4章第10节，保罗讲：对我做伙坐家的阿里达国，恁来请安。巴拿巴的表小弟马可嘛，甲恁请安。过来看有讲关于这个马可，我已经吩咐过。如果因去恁迄个所在，请恁接待伊。这是一个同工关系真美好的见证。虽然伫保罗第一摆的宣告旅程的中间，马可伫行程拄开始无偌久就已经脱队离开，咱并毋知影有甚物原因，并且保罗伫第2届的行程中间拒绝马可的同工，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却安尼甲咱讲，保罗交代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爱好好接待马可，这代表伫上帝的救恩的内底迄种更好的关系，因为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
无有人会当去拒绝任何人来得到救恩，是要用迄种更好的关系来彼此同工，安尼才会当应神益人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第6节，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，捌我一举一动你拢知，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得看；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上主啊，你还未开嘴，我还未开嘴，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。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，你亲手保护我。你知捌遐尼奇妙，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13节，你做我的腹脏腑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会受造奇妙通行为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。我未形成的身躯，你已经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未算得。我若要算，比海山较济；若算会了，嘛袂话透彻你的奥秘。上帝是阮的避难所，只要愿意信这个人，就要得到上帝的保守甲救恩。恳求上帝帮助阮，愿意来回转，甲你建立更好的关系，通进入你为着阮所设立的避难所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